你有冇諗過，一個本來呼聲好高嘅總統參選人，突然爆出話要離開自己個黨？呢單新聞真係震撼晒全個墨西哥政圈。我都係睇到新聞先知，原來 Ibra 唔單止唔認同自己黨嘅總統初選結果，仲話如果黨唔理佢嘅投訴，佢隨時走人，甚至搞新運動。今集我哋就會拆解 Ibra 同 Morena 之間發生咩事，2024大選前 IN 點解要換人，墨西哥城政壇換人新局，仲有啲近期超神奇嘅古怪新聞。我哋會行過 Ibra 如何由黨寵變成邊緣人，選舉委員會權力角力，治安高官換馬，地方選舉熱潮，同埋國會點解會討論外星人。預備好，今集內容真係情報量爆燈。其實 Ibra 點解會咁唔忿？Morena 由佢哋自己選出先膽做總統候選人，仲話過程係公開公正。講真 Ibra 就覺得整個程序有好多不規則，佢直情拎晒證據去投訴，希望黨內嘅誠信與正義委員會可以聽下佢訴求。但我見 Morena 都唔太可能推翻結果，因為已經正式通過咗 Sheinbaum 都周圍巡遊，做緊選舉準備。冇錯 Ibra 而家個選擇好有限，唔可以再組新黨參選，獨立候選人登記日期仲過咗，只可以考慮加入其他政黨或者留喺黨內另起爐灶。其實除咗總統選舉，選舉委員會 IN 最近都換咗重要崗位，對2024年影響大唔大？好多人都留意住，因為今次 INE 雖然俾咗部分關鍵崗位 Morena 派，但啲重要委員會反而俾所謂反 Morena 陣營搶咗頭啖湯。咁就即係選舉違規監察嗰啲委員會都唔再由 Morena 話晒事。冇錯，咁變相嚴格咗監察，對現屆執政黨嚟講未必係好事，可能唔夠影響力去左右選舉結果。順帶一提，墨西哥城啲高官又有大換血，警察局長都辭職咗，話想選市長。Omar Garcia Harfuch 唔止辭職，仲明言想搏市長寶座，依家已經好受歡迎，民調一直排第一。後生新官 Pablo Vazquez 即刻頂上，聽聞佢都幾有料，做過唔同防罪項目，學歷又高。佢之前搞過 ceasefire 減少槍擊，仲研究過西西里同馬其頓黑幫犯罪，真係專業背景好強。不過講到地方政情，真係有啲危險。最近 Garo 有2個檢察官俾黑幫殺咗，仲有綁架事件。係啊，呢啲針對司法官員嘅暴力升溫，據內政部講，同佢哋執法加強打擊犯罪有直接關係。瓜達拉哈拉市長 Pablo Limas 就夠膽喺咁嘅氣氛下宣布選州長，仲要成個政壇同學界都支持佢。佢靠全市支持同團結做賣點，據民調顯示，佢而家都大幅拋離其他對手，地方勢力變得更複雜，有啲地區安全問題真係唔容忽視。講到最離奇㗎，原來墨西哥國會早幾日竟然公開聽證，討論 UFO 同外星人證據。你冇聽錯，有人直頭拎咗2句所謂外星屍體上國會，重播晒飛行員遇到奇怪飛行物片段。但有專家一早話，嗰啲外星屍體冇科學根據，仲令真正目擊證人失望，覺得信譽受損。雖然討論好戲劇性，但其實引發咗大家思考，航空安全同透明度唔再係單純獵奇話題。總結今日重點。第一 ，Ibra 挑戰 Morena， 令執政黨內部矛盾曝光。第二，選舉委員會換人，增加選舉監察透明度。第三，地方與國安層面暴力同人才更替，反映政局唔穩。我會補充，國會討論 UFO 雖然似花邊新聞，但折射咗大家對官方資訊公開透明嘅渴望。下一步你哋可以密切留意各大候選人點回應政改同安全問題，咁先真係唔會錯過局勢發展。